你有冇諗過，平時落街買粒白菜、買盒牛奶嘅超級市場，竟然會演變成一場你死我活、割喉燒錢嘅生死決戰？你最近行入百佳、惠康或者睇下 HKTV Mall 同佳寶，有冇發現啲價錢牌減得有啲唔尋常？甚至有傳聞話，有超市竟然玩到出奇招，幾千蚊港幣就搞個6件家電大禮包，擺明係要用血本清倉嘅方式去掠客。究竟香港嘅超市行業發生咗咩事？係因為市民北上消費潮太猛，導致本地零售業要降價自救，定係零售巨頭之間嘅一場洗牌大戰？今日我就同大家拆解呢場全港關注嘅超級市場減價風暴，睇下4大巨頭邊間細危，邊間可以笑到最後。而我哋作為普通消費者，喺呢場大混戰入面，又點樣先至可以撈到最多注數？講起香港嘅超級市場，大家第一時間肯定會諗起百佳同惠康。呢兩家龍頭喺香港紮根幾十年，幾乎佔據咗我哋民生消費嘅半壁江山。但係你只要睇返近年嘅數據同市民嘅消費習慣，就會發現成個市場嘅底牌已經悄悄改變。以前大家買糧油雜貨，一係行街市，一係去百佳惠康，選擇好簡單。但係自從網購平台好似 HKTV Mall 全面滲透，再加上主打平價凍肉同民生項菜嘅家寶突圍而出，成個香港嘅超市生態早已唔再係雙雄割據，而係4大勢力嘅角力戰。去到最近呢1-2年，尤其係2023年、2024年到2025年呢一段時間，香港人北上深圳買嘢嘅熱潮一波接一波。山姆同 Costco 等大型倉儲式超市吸引咗大批香港市民，每逢週末就上去掃貨。再加上本地整體消費氣氛有待改善，本地零售業面對前所未有嘅壓力。喺呢種形勢之下，港超市嘅減價戰根本唔係一時興起，而係不得不打嘅一場存亡之戰。最近市面上流傳一個好誇張嘅消息，話有超市或者合作平台推出咗一個超值組合，幾千蚊就可以打包6件家電。好多人聽到第一反應係點可能呀？買部電視、買部冰櫃、買部洗衣機、買部電磁爐，求其加埋都過萬蚊啦，幾千蚊包6件，唔到係舊貨清倉，定係真係割喉燒錢？其實呢種營銷套路喺商業上叫做交叉補貼同話題引流。超市本身賣嘅生鮮食品毛利率可能比較薄，但如果能夠透過一啲極具吸引力嘅大型家電套餐，把客流量死死鎖定喺自己嘅生態圈入面，甚至要你加入會員、預繳消費金額或者綁定信用卡，佢哋就可以喺後續嘅日常消費入面將成本賺返嚟。但係呢種玩法的確好燒錢，如果資金鏈唔夠強大，或者供應鏈管理做得唔夠好，分分鐘會搞到燒傷自己。我哋先嚟睇下呢幾大玩家嘅底牌同戰術。首先講下百佳同惠康呢兩大傳統老大哥。百佳背靠長和系，惠康背靠牛奶公司。牛奶國際資金同供應鏈資源可以話係毋庸置疑嘅強大。長久以來，佢哋嘅優勢在於鋪位極多，地點方便，幾乎每個大屋村、每個商場都有一間喺左近。但係佢哋嘅劣勢亦都好明顯，就係租金成本同人力成本非常高昂。當全港超市要搞減價戰嘅時候，百佳惠康要維持龐大實體店嘅運步型成本，每一分錢嘅折扣都係喺自己嘅利潤率上面削弱。以前佢哋可以用市場壟斷地位嚟維持價格，但而家面對市民越來越精打細算，佢哋亦不得不放低價子，頻頻推出全場800折、印花換購，甚至同各大銀行信用卡合作做現金回饋。但係呢啲小修小補，到底頂唔頂得住消費者流失嘅大勢？再嚟睇下 HKTV Mall。作為香港本土網購平台嘅代表，王維基當年創立 HKTV Mall 嘅時候，好多人都不看好，覺得香港咁方便，周街都係超市，邊個會喺網上買罐頭同洗潔精？結果經過呢幾年嘅發展， HKTV Mall 成功培養咗大批習慣網購嘅死忠顧客。HKTV Mall 嘅最大優勢係品種極之齊全，而且唔受實體店面面積嘅限制。你喺實體超市買唔到嘅外國進口貨、大型家電，甚至係日用雜貨，網上平台通通都有。更重要的是，網購平台喺數據分析同精準營銷方面，比傳統超市快得多。如果 HKTV Mall 要玩 XXXX 包6件家電呢種跨界燒錢戰術，佢哋喺供應鏈對接同物流派送上面，其實比傳統超市更有彈性。不過 HKTV Mall 同樣面對物流派送成本高，以及網購市場成長放緩嘅瓶頸。如果盲目跟進價格戰，對利潤壓力同樣巨大。最後要講嘅係佳寶食品超級市場。佳寶喺香港可以話係一個奇蹟，佢主打嘅就係平。無論係平價凍肉、蔬菜定係民生用品，佳寶一直以來都係基層市民同街坊嘅最愛。
佳寶嘅店面可能冇百佳惠康咁裝修得美輪美奐，甚至有啲逼有啲亂，但佢哋嘅營運模式極度精簡，將所有不必要嘅成本減到最低，然後直接反映喺售價上面。喺經濟好嘅時候，大家可能唔介意多花幾塊錢去環境好啲嘅超市買嘢，但係喺大環境一般，大家都要緊縮開支嘅時候，佳寶嘅性價比優勢就展現得淋漓盡致。呢次減價戰入面，佳寶更加係頻頻出招，甚至推出全線折扣嚟搶客，俾到百佳同惠康極大嘅壓力。咁樣問題就嚟啦，喺呢場四方混戰入面，到底邊間超市勢危、汰弱留強嘅法則下，邊個會成為第一個倒下嘅犧牲品？要分析呢個問題，我哋要從香港超市嘅經營成本結構講起。香港開超市，三座大山分別係租金、人工同埋物流供應鏈。首先睇租金，過去幾年香港嘅零售業鋪租雖然有所調整，但對於大型實體超市嚟講，佔地幾千尺甚至上萬尺嘅鋪位，每個月嘅租金依然係一筆天文數字。百佳同惠康擁有大量優質商場同屋邨鋪位，呢啲鋪位雖然帶來咗龐大嘅人流，但喺減價戰期間，高昂嘅固定租金就變成了沉重嘅包袱。如果減價帶來嘅銷量增加不足以抵消毛利率下降嘅損失，咁樣開得越多分店，虧損反而可能越大。其次係人工成本，香港近年面對人力資源短缺嘅問題，超市要招聘足夠嘅店員、收銀員、理貨員，薪酬成本居高不下。傳統超市依賴大量人手進行日常營運，而網購平台好似 HKTV Mall 雖然要支付配送員嘅薪水，但喺店面人手需求上面相對較少。佳寶則採用極簡人手配置，一間店可能得幾個人包辦所有工作，人均產值極高，因此喺成本控制方面，佳寶同 HKTV Mall 喺某種程度上比兩大傳統老大哥更有彈性。第三係供應鏈與採購能力，大型超市之所以可以買得平，關鍵在於大規模採購嘅議價能力。百佳同惠康憑借幾十年嘅累積，同全球各大供應商建立咗深厚嘅合作關係，可以拿到非常低嘅進貨價。但係佳寶嘅採購策略極度靈活，善於喺全球市場尋找優質平價嘅替代水源或凍肉來源，直接避開咗大品牌嘅價格限制。至於 HKTV Mall， 佢採用咗平台開放模式，讓大量第三方商家入駐，一方面減少咗自己囤貨嘅風險，另一方面亦能夠提供極度豐富嘅產品線。綜合呢幾點嚟睇，喺呢場減價割喉戰入面，真正最危險嘅往往唔係最平嘅佳寶，亦唔係轉型最快嘅 HKTV Mall， 反而係嗰啲中間派，即係定位尷尬，既冇極致性價比，又冇頂級購物體驗，營運成本又居高不下嘅中小型超市或者傳統中型連鎖店。甚至連百佳同惠康呢兩大巨頭，如果唔能夠及時調整策略，繼續死守傳統嘅高成本營運模式，亦會面臨盈利大幅下滑，不得不縮減分店規模嘅困境。我哋不妨深入睇下，點解會出現 Chain XXX 包6件家電呢種咁極端嘅促銷手段？喺零售心理學入面，呢種做法叫做主播式爆款戰術或者錨定效應。當消費者聽到幾千蚊可以買到6件家電，第一時間嘅反應肯定係好抵、誇張、黐線。商家利用呢種震撼性嘅標題同優惠，瞬間喺社交媒體上面引爆話題，吸引成千上萬嘅人去睇佢哋嘅宣傳頁面或者下載佢哋嘅應用程式。就算最後真正買到呢個6件家電套餐嘅消費者只佔少數，或者該套餐有極其嚴格嘅限量同附加條件，商家已經成功獲得咗極高嘅曝光率同新用戶註冊量。喺網絡時代，獲得一個新客戶嘅成本非常高。如果用幾千蚊嘅家電優惠，就可以換來幾萬個活躍用戶。呢筆生意對於大型平台或者想要強勢宣傳嘅超市嚟講，絕對係划算嘅買賣。但是呢種燒錢過頭嘅戰術係一把雙刃劍。如果長期咁玩，消費者會產生不減價就不購買嘅心理預期，導致超市嘅正常商品賣唔出。當優惠期一過，顧客立刻流失。呢種虛假繁榮根本無法持續。以前香港亦有過唔少零售連鎖店，靠住一時嘅低價搶客，最後因為資金鏈斷裂而宣告結業嘅例子。對於消費者嚟講，雖然短期內可以享受到平貨，但如果市場最後只剩下少數幾家壟斷巨頭，長遠嚟講反而可能失去選擇，甚至面對價格回升嘅風險。講到呢度，我哋要睇下香港人嘅消費習慣究竟發生咗咩變化。過去10幾20年，香港人行超市係一種生活習慣，放工落樓下買日，假日去大型超市掃一周嘅日用品。但係近年呢種習慣被兩大因素徹底重塑。第一係網購普及化，第二係跨境消費常態化。
網購嘅普及，讓年輕一代甚至中老年人習慣咗喺手機上面點幾下，日用品就直接送上門，唔使自己搬寵物，唔使排隊等收銀。呢種便利性係傳統實體超市好難比擬嘅。HKTV Mall 正是抓住咗呢個痛點，喺短短幾年間迅速壯大。雖然實體超市亦推出了自己嘅線上購物平台，但係喺系統流暢度、物流配送速度同埋界面體驗上面，往往依然落後於原生嘅電商平台。而跨境消費常態化對於香港本地超市嘅打擊更加係直接。現在每逢星期六日，港珠澳大橋同各個陸路口岸都擠滿咗北上嘅香港市民。大家去深圳嘅大型倉儲式超市買嘅唔單止係零食同民生用品，甚至連熟食、烘焙產品，甚至家居用品都一箱箱咁搬返香港。點解？因為價格差距實在太顯著。深圳超市嘅空間大，產品種類多，價格平，對於注重性價比嘅香港消費者嚟講，具有極大嘅吸引力。當大量嘅消費力轉移到外地，香港本地超市嘅整體蛋糕就變細咗。喺蛋糕變細嘅情況下，四大超市百佳、惠康、HKTV Mall、佳寶要維持原本嘅營業額，就只能夠喺本地市場互搶死角。呢個亦係導致呢場減價戰越演越烈嘅核心原因。面對呢種前所未有嘅挑戰，百佳、惠康、HKTV Mall 同佳寶各自採取咗咩應對策略呢？百佳近年明顯加大咗喺數碼化轉型方面嘅投入，推廣佢哋嘅電子會員計劃，透過積分換購、專屬優惠券嚟鎖定熟客。同時，百佳亦在嘗試引入更多獨家代理嘅海外品牌，例如來自英國、日本同韓國嘅優質食品，試圖用差異化產品嚟避開純粹嘅低價競爭。因為如果只係比平，實體超市好難平過網購或者北方嘅大賣場，只有提供地道買唔到嘅高品質產品，先至可以留住高消費力的顧客。惠康則繼續發揮其深耕社區嘅優勢，近年推行咗一系列嘅鎖定價格計劃，將數百種民生必需品嘅價格凍結喺一個相對低嘅水平，給市民一種抗通脹、負責任嘅品牌形象。同時，惠康亦在不斷更新其門市設計，將部分分店升級為高檔次嘅超市，吸引注重購物環境同服務質素嘅中產顧客。惠康嘅戰術係兩手抓，一手用平價民生用品穩住基層市場，另一手用高端購物體驗吸引高淨值人群。至於 HKTV Mall， 佢哋嘅策略係生態圈擴展。HKTV Mall 已經唔再只係一個單純嘅線上超市，佢更像係一個全方位的本地生活服務平台。從機票、酒店、保險理財到阿媽最愛嘅蔬菜、肉類，甚至係大型家電同數碼產品， HKTV Mall 都無所不包。HKTV Mall 透過龐大嘅數據庫，能夠精準知道每個用戶嘅購買習慣，從而推送最適合佢哋嘅優惠。當其他實體超市仲喺度用紙本單張宣傳減價嘅時候， HKTV Mall 已經透過手機 App 將個人化嘅折扣送到你面前。而佳寶嘅策略就最為直接，純粹極致嘅性價比。佳寶深知自己嘅核心顧客群最看重嘅係咩？就係平、靚、正。佳寶唔會花大錢去搞奢華嘅店面裝修，亦唔會花大錢去請明星代言。佢哋將所有省落嚟嘅成本，通通回饋喺產品價格上面。喺經濟面臨挑戰嘅時候，佳寶呢種直白嘅平價戰略，反而展現出極強嘅韌性。就算百佳、惠康搞大減價，佳寶依然可以用更具競爭力嘅價格，吸引大量街坊排隊掃貨。咁樣，作為普通消費者，我哋喺呢場超市割喉戰入面，點樣先至可以成為最大嘅贏家呢？呢度有幾個極之實用嘅精打細算小貼士分享俾大家。第一，切忌為咗優惠而過度消費。好似前文提到嘅幾千蚊包6件家電，或者買滿幾多送大禮，聽落去好抵。但你買之前一定要問下自己，呢6件家電係唔係你真正需要嘅？你家裏嘅空間夠唔夠放？如果為了湊夠金額而買咗一堆用唔着嘅嘢返屋企，最後只係變成了堆積如山嘅雜物，咁就唔係慳錢，而係浪費。第二，善用各家超市嘅會員日同信用卡回饋。現在百佳、惠康、HKTV Mall 甚至萬寧、屈臣氏等零售商都有特定嘅會員日或者同指定銀行合作嘅折扣日，例如逢星期幾有9.2折，買滿幾多有現金券回饋等等。只要你稍微做下功課，將日常需要購買嘅大宗用品集中喺呢啲折扣日購買，一年落嚟可以慳返一筆相當客觀嘅開支。第三，學會交叉比價，分開購買，唔好習慣性咁喺同一間超市買齊所有嘢。通常嚟講，佳寶嘅凍肉同基本蔬菜價格最平，百佳惠康嘅品牌包裝食品同日用雜貨喺搞推廣時優惠力度大，
而 HKTV Mall 則適合購買體積大、重量重嘅整箱飲料、紙巾或者海外進口貨，根據不同超市嘅強項嚟消費，先至係最聰明嘅精明買家。第四，注意食品嘅保質期同品質。喺大型減價戰期間，有些超市可能會將臨近保質期，即係所謂嘅賞味期限嘅商品進行大幅度清倉。呢啲商品如果買返屋企可以即時食用，咁樣係非常划算嘅。但如果你買得太多食唔切，最後放過期應掉，就得不償失咗。回看成個香港零售業嘅發展歷程，超市戰場嘅演變，其實就係香港經濟同社會變遷嘅一個縮影。在幾十年前，香港人買眼主要去街市，街市充滿咗人情味，但環境相對雜亂。後來百佳同惠康帶來咗現代化嘅連鎖超市模式，有冷氣，有清晰嘅標價，有乾淨嘅環境，迅速改變咗香港人嘅生活方式。去到2000年代同2010年代，網購開始萌芽， HKTV Mall 等平台打破咗實體鋪位嘅限制，將超市搬進咗每個人嘅口袋裏面。而現在面對全球化採購、跨境消費以及經濟環境嘅新常態，香港超市行業再次來到咗一個轉型升級嘅關鍵交叉點。呢場減價戰表面上看係各家超市喺價錢上面嘅搏殺，但背後其實係營運效率、供應鏈深度同埋顧客忠誠度嘅全面較量。汰弱留強係市場經濟嘅必然規律，沒有任何一家超市可以單憑過去嘅輝煌就永葆青春。能夠喺呢場大浪淘沙入面生存落嚟嘅，必定係嗰啲最懂得聽取消費者聲音、最能快速適應市場變化嘅企業。無論最後係百佳惠康繼續穩坐龍頭地位，定係 HKT Mall 進一步蠶食實體市場，亦或是佳寶憑藉極致性價比逆襲，對於我哋廣大香港市民嚟講，競爭永遠係一件好事。有競爭先至有進步，有競爭先至有優惠。喺呢個大家都要精打細算嘅時代，有得揀先至係香港人最寶貴嘅住數。如果你最近喺行超市嘅時候，亦發現咗咩超值嘅隱藏優惠或者誇張嘅減價套路，記得喺下面留言分享俾大家，大家一齊集思廣益，互相通報最新嘅住數情報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呢集內容幫到你，更好地了解香港超市嘅最新戰局，記得幫手點讚，分享俾你身邊同樣鍾意精打細算嘅朋友。我哋下集再見。